搬厝嘛吼，搬厝搬去无偌好的所在就好啊。咱就何必多直直哭？你若无爱搬厝啊，这个老太太啊，这老太太就甲讲你唔知影啦，因为这个所在吼无残酷的政治吼，所以我才要住这个所在啦。所以这句个考证秉义好吼，就是安尼产生出来啦吼。好。再互咱想到讲吼，实在有影啦吼，这个残酷的政治吼，实在互人真惊。所以讲咱若住喺这个残酷政治下面的这老百姓哦，这生活是真可怜的啦。这个圣经内面吼，这个出来记第1章吼，就记载一段故事。什么故事？这原来的背景就是讲吼，这个古早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因为一摆吼离开这个迦南地吼，去到这个埃及。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节目中间，有缘邀请到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赖英虎传道来咱节目中间，甲咱做伙来开讲台语、英语的智慧。欢迎赖传道。现在我要来请教赖英虎传道，有一句英语是安尼讲的，讲确证名义好。这个考证名义好吼，这句话吼是出自这个古早的这个礼记内面吼。这段故事吼是咧记载讲孔夫子有一摆吼，带着伊学生到处去游学吼。来到这个泰山的这个山骹啦，看到一个老阿婆吼，拄一个墓的面前，直直哭哭妈叫安尼吼，真凄惨，可怜就可怜。这孔夫子就落车吼。就我去甲问啦，讲老太太你是安怎样哪会哭到遮凄惨遮可怜？你拄着什么代志？我咪当甲你帮助下呗这个老太太伊就讲你唔知影啦，这泰山有一只老虎，这只老虎足凶猛的呢。上早起初是我的这个大官去互这只老虎咬去你刷落去连阮丈夫嘛去互加去啦，最近连阮囝也去互加死啦。所以我若是想着，阮兜这3个查甫人拢安尼死去我想着都感觉足凄惨的，直直哭袂煞呢。迄个时阵这孔子感觉真奇怪这所在有老虎，恁就在搬厝嘛搬厝搬去无老虎的所在就好啊。咱就何必多直直哭？你若无爱搬厝这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就甲讲你唔知影啦，因为这个所在无残酷的政治所以我才要住这个所在啦。所以这句个考证秉义好就是安尼产生出来啦好。再互咱想到讲实在有影啦这个残酷的政治实在互人真惊。所以讲咱若住喺这个残酷政治下面的这老百姓这生活是真可怜的啦。这个圣经内面这个出来记第1章就记载一段故事。什么故事？这原来的背景就是讲这个古早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因为一摆离开这个迦南地去到这个埃及国。为什么去埃及国？主要就是讲迦南地遮饥荒因哪有资格去到住在这个埃及国的所在？因为这个
真重要的人叫做约瑟，互伊个个甲出卖，卖到这个埃及的所在去。拄啊，这个法老王哦，做一个异梦吼，家己拢无办法解梦，感觉真痛苦。有人甲推荐啦，讲这约瑟会晓解梦。这约瑟是神同在的一个义人，神的灵甲伊斗阵，所以有聪明智慧吼，知影这个梦的意思，就这个破解互这个国王听。这个埃及王法老听一个才知影原来刷落去有7个好年冬，7个好年冬刷落就是7个歹年冬啦。7个好年冬中间一定要赶紧将这个好的收成啦，这牛屎甲看在这仓库内面等到歹年冬的时阵再摕出来用或者卖互百姓，或者卖互外国人，嘛当趁钱。这法老王听一个欢喜一个，从来立这个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伊一个做宰相当然统治去真好势，因为天顶的神甲伊同在到这个饥荒的第2年，就是第9年的时阵拄啊，因这个约瑟的这兄弟迦南地已经饥荒啦，各样饥荒，所以来这咧订粮食才去认到这个小弟，这个小弟才敢讲恁全家拢，咱全家拢为这个迦南地搬到埃及来住。结果因规家70个人所以搬到埃及来住。因为这个约瑟有功劳嘛所以这个法老王就温存因这个家族规家拢住在这个埃及地上界这个好的土地生产上好的一个所在。就住迄个所在。因一个住迄个所在了后当然生活真好一天经过生团足济人。一代过去一代过来这个埃及国的这个法老王嘛是同款一个王换过一个王。到拄啊换到一个法老王这个法老王根本都无认捌约瑟，伊才无插你去讲以色列人是怎样，古早这个约瑟有啥物大功劳伊才无咧插这代志。所以这个政治家所看到就是甲伊有关的这政治的代志。所以伊感觉讲恁这以色列人也不是埃及人啦。恁生团这么济查甫人以后若造反联络别国来攻击阮阮要怎样？所以这个法老王伊就想一个卡计，啥物卡计？伊就或者以色列人拢去做苦工因拄咧技能做这个集会城啦，就叫因讲恁无论恁去猎土啦、做庄啦还是做田里这苦工拢是恁的份。这埃及人拿着皮鞭在后壁来管辖，杀人兵单就甲挾安尼所以当时的这以色列人本来因在这个高山地是真富裕的所在。伊活得足快乐的啦所以讲无忧无虑的啦都家境英乐有大家生活也真好安尼。但是这摆拄着这款代志因就开始伫艰苦咱讲这个考证免疫好，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法老王不但是安尼呢，伊方法真济伊挑工叫这个2个产婆这2个产婆就是专门甲希伯来人在生产的我讲恁若看到生出来是查甫婴都好死。若查甫婴才个老诶，那才残忍那是足残忍无良心。佮甲因这个埃及人讲我恁若看到查甫囡仔，你甲等下年就好诶。查某囡仔个老诶，查某囡仔袂反抗。这款残酷的政治或者以色列人叫苦连天迄阵伊才想到，讲天顶的神古早向因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允，就是要叫因住在这个迦南地所在。就是因住在这个埃及地，住较伤爽快去才袂记得讲神爱因住的就是迦南地。地。就是因就借着这个拄啊这残酷的来甲因吓退，才互伊去想到。再向天顶的神呼求，天顶的神才兴起。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一个真出名的或者足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十诫啦以色列人过红海啦就是兴起一个民族救星摩西因带这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
离开这个埃及，过红海行曠野路，对，再再个进入这个迦南地，是吼是是，而且完成了神的旨意，互咱想到吼，讲咱呐对这个世间吼，感觉讲这世间就是天堂啊，这经验这么丰富，五花十色哦，科技这么发达哦，即马一切拢这么方便哦，世间是天堂啊！我看吼，咱无一个人想讲将来我要去什么看袂到迄个天国，无人会想要去啦吼。但是天顶的神就是借着世间做的苦难吼，互人了解，讲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这个世界袂当带互咱永远的生命，所以咱需要来追求一个永远的福气。所以圣经才甲咱讲，你要来相信耶稣做救主，耶稣替你钉十字架为你流血，要洗掉你的罪，你来这条洗礼，罪你就赦免，来爱神爱人天顶的真神将来要带你到天国，这就永远的福气，这就是神安排的救恩啦，足奇妙的确定灵异好真正咱伫这个世代内面定历代伫咧变有人感觉讲台湾真袂平安，所以有人咧移民去到外国，但是是毋是讲迄个所在是真平安的所在，这嘛无一定因为咱讲定定安尼变来变去伫各方面咱一般人拢有感觉讲袂太安定其实上安定的所在是天顶的所在就是神爱咱去最后迄个，敢若像一个迦南美地，是真正属灵的迦南美地毋是地面上的今日咱真感谢咱大英传道伫这个所在甲咱介绍这个演语中间更较深的智慧关于这个神使咱聪明智慧爱认捌这个生命宝贵追求这个永远的活命这就是去天国的所在。咱感谢大传道，谢谢。没有写传的日子，那是阿爸的无奈，生活的悲哀。没有写传的日子，脚底流的是血，心中淌的是泪。在别人的脚下，没有写传的日子，不知应该走向何方，奔向何处。他给我一双鞋，让我站在他的殿，不再窘迫，不再卑微，没有无奈，也再不流泪。假如我有一双鞋，我要迈出
稳健的每一步。假如我有一双鞋，我会走出死荫幽谷，进入光明。假如我有一双鞋，不再走失在熙熙攘攘人群中。假如我有一双鞋，我会挺立在风中，伫立在雨里。他给我一双鞋，让我站在他的殿，不再窘迫，不再卑微，没有无奈，也再不